现代台语版圣经尼希米记第11章，人民的领袖拢住伫耶路撒冷，其他的人民抽签，每10个家庭有一个来住伫圣城耶路撒冷，另外迄9个住伫别个城。所有自愿来住伫耶路撒冷的人民，拢甲因祝福。以色列人、祭司、利未人、圣殿的工人，甲所罗门仆人的后代，拢住伫因家己伫犹大所有地的城。下面是犹大省的领袖住伫耶路撒冷的人，有一寡犹大甲便雅悯的后代住伫耶路撒冷。属犹大的有法勒斯的后代阿他雅。伊是乌利亚的囝，乌利亚是撒加利亚的囝，撒加利亚是阿玛利亚的囝，阿玛利亚是示法提亚的囝，示法提亚是马勒列的囝。阁有马拉西，伊是巴略的囝，巴略是国何西的囝，国何西是哈塞亚的囝。哈塞亚是阿大雅的囝，阿大雅是约雅利的囝，约雅利是撒加利亚的囝，撒加利亚是示罗尼的囝。法勒斯的后代住伫耶路撒冷的，拢总有468人，因拢是勇士。属便雅悯的后代有撒督，伊是米苏兰的囝。米苏兰是约业的囝，约业是比大雅的囝，比大雅是哥乃雅的囝，哥乃雅是马西雅的囝，马西雅是以铁的囝，以铁是以赛亚的囝。阁有撒督的亲族加拜。撒来共928人，谢吉利的囝约尼是因的长官，哈西罗阿的囝犹大做迄个城的副市长。做祭司的有约雅利的囝亚大雅甲雅君，也有管理上帝殿的西莱雅。西莱雅是希勒家的囝，希勒家是米苏兰的囝，米苏兰是撒督的囝，撒督是米拉约的囝，米拉约是阿希督的囝。也有因的亲族伫圣殿侍奉的，共822人。阁有阿大雅，伊是亚罗汉的囝。亚罗汉是比拉利的囝，比拉利是暗西的囝，暗西是撒加利亚的囝，撒加利亚是巴西胡尼的囝，巴西胡尼是马基亚的囝。也有因的亲族做族长的，共242人。阁有阿玛税，伊是阿撒列的囝。阿撒列是阿哈塞的囝，阿哈塞是米什利米的囝，米什利米是因麦的囝。也有因的亲族用命的战士，共128人。哈基多人的囝撒巴蒂业是因的长官。利未人有示玛雅，伊是哈述的囝，哈述是阿苏利干的囝，阿苏利干是哈沙比雅的囝，哈沙比雅是布尼的囝。阁有利未人的领袖沙比泰甲约撒伯，管理上帝圣殿的外务。带祈祷感谢的是马他尼，伊是米迦的囝，米迦是撒底的囝，撒底是阿撒的囝。
搁有马他尼的兄弟，其中巴布加做副手，搁有亚代，伊是沙摩亚的囝，沙摩亚是加拉的囝，加拉是亚杜顿的囝。住伫圣城的利未人，拢总有284人。过门的守卫有阿国甲达文，以及因的亲族共172人。其他的以色列人、祭司、利未人，住伫因家己伫犹大所有地的城。毋过，圣殿工人住伫俄斐勒、西哈甲基斯帕做因的监督。伫耶路撒冷做利未人的监督，管理上帝圣殿事务的，是负责献诗的亚萨的后代乌西，伊是巴尼的囝。巴尼是哈沙比亚的囝，哈沙比亚是马他尼的囝，马他尼是米迦的囝。王有规定，献诗的人逐日应该做的职务。比他希雅代表王办理犹大人民一切的事务，伊是米是撒别的囝，是犹大的囝舍拉的后代。犹大人大的庄舍甲因的田园，有基列阿巴甲周围的庄舍，底本甲周围的庄舍，耶甲实甲周围的庄舍，以及耶稣啊、摩拉代、别帕列、哈萨苏啊、别是巴甲附近的庄舍，搁伫西吉拉、米格纳甲附近的庄舍，搁伫阮林门、索拉、亚末、撒那阿、阿杜兰甲附近的庄舍，拉结甲附近的田园，阿西加甲附近的庄舍，因所住的地区是对别是巴到希伦山谷。便雅悯人住伫加巴、密抹、埃雅、伯特利甲周围的庄舍，阿那督、那别、阿兰雅、哈瑟、拉玛、基他因、哈地、西坡因、尼巴拉、罗德以及俄那、哈纳因山谷。有一寡住伫犹大的利未人，受指定归伫便雅悯，